歡迎大家收睇今期炒啲乜，我係今日嘅主持 Vicky 啦，旁邊咧有泡泡龍喺度。 Hello，好耐冇見啦。係啊，好耐冇同你傾港股啦，咁嘅領航啲，今日佢就係好多話題啦，即係我哋開始之前都話今日好多嘢傾，好多焦點啊。咁雖然我哋條題就話講一啲高息股嘅，咁但係講高息股之前咧，咁一定要講下個市啦。咁啊，最近大家最關注嘅咧一定係 Tesla 啦，因為其實見到尋晚咧 Tesla 嘅股價啦跌咗超過1成啊，咁佢哋兩個好似情侶嗌交咁。好搞笑。係。我尋晚一路睇盤，一路好似睇緊直播咁，兩個喺度，即係開頭以為係傾下，即係叫做少少咁樣講一句啦。點知好似你來我往好勁喎，係啊，好勁喎。頭先最新就係話阿特朗普話同佢冇關係嘛，因為記者問佢。哦。係啦，佢就話冇關係咁樣，即係佢哋呢一個關係好似決裂咁樣。咁 Tesla 嘅股價即係琴日雖然跌咗1成幾落嚟啦，係咪都冇乜運行咧？我咧坦白講啊，我覺得即係都呢樣嘢咧都幾特別，即係咧佢個股價你等於好似睇緊佢兩個人關係升溫嗰陣咧就升得好勁，咁呢排咧叫做有少少決裂啦，就跌得好勁。因為尋晚我自己其實瞓前睇有6% 到嘅啫，點知原來下半場仲激啦，即係你我攞咁最多好似差唔多有17-18%最低，咁跟住升，跟住而家我哋做緊錄播嗰陣就倒升緊夜盤，倒升緊5-6%，咁就因為可能又話開始會有少少叫做談話翻，即係同埋好似話消息話特朗普助手會同伊朗又再傾下偈，即係你當係好似一個情侶鬧交之後冷戰後面又開始想和好，咁咧變咗佢股價其實真係上落好大，即係你變咗好似睇緊一個情侶嗌交，咁如果呢個就係情侶嘅溫馨指數咁樣咯，所以好難估嘅。我諗下我自己覺得就嗱。純粹咧，我自己之前做直播都講咧，睇圖唔計尋日咧，本身就真係好弱㗎啦 ，Tesla 已經好弱㗎啦。咁我哋講翻少少基本面，因為 Tesla 咧就本身買車已經唔好㗎啦，其實佢好大嘅估值或者上升都係嚟自於未來嘅憧憬啦，同埋伊朗個人嘅魅力啦。咁一旦開始伊朗出咗去同特朗普有少少要公開唱反調，其實股價已經弱緊。咁二嚟咧，中國嗰個稀土咧有限制啊，因為稀土其實會影響汽車個製造嘅，咁中國限制出口，其實好多做車嘅人都已經有啲問題而家，咁包括 Tesla 都係做車啦。雖然我知道佢估值唔係話好多都嚟自於汽車啦，咁但係都有影響嘅，所以佢會弱過個市。咁但係尋日叫做一夜大跌，我覺得某程度上風險釋放翻。如果伊朗同特朗普後面冇即係我哋唔知啦，但係如果伊朗同後面特朗普冇特別有咩政策再針對 Tesla 咧，即係佢而家尋日凌晨好似放風話要將取消翻嗰啲補貼啊各方面，咁其實真係會影響佢個利潤嘅，即係我哋回歸翻個基本面。咁呢樣嘢究竟最尾會唔會落實咧？唔知。如果真係落實，又會跌一陣。但係講真 ，Tesla 我覺得短期就係受呢啲嘢影響啦。但係其實佢真正嘅估值好大部分，真係好大部分，起碼7-8成係嚟自於未來嘅憧憬，包括自動駕駛機器人。咁呢一 part 咧so far 冇任何嘢變過嘅，你講，只不過佢股價就，但係佢股價可以不變動好大，即係但係。你如果用呢種信念或者用呢種投資方式，我相信投資 Tesla 大部分人都係咁嘅，即係長線就繼續睇翻呢樣嘢，呢樣嘢冇錯嘅，跌得多就係入咯。即係如果長線用呢，因為佢係冇影響嘅，其實佢自動駕駛同機器人呢 part 佢嘅領先優勢仲係好大。咁但係短線嘅波動，即係你要接受到，同埋你睇下你對自己對件事嘅睇法，究竟你覺得佢哋係真係最尾會決裂啦，定係其實佢哋真係鬧下交嘅，最尾會和好嘅？咁如果和好嘅咁梗係買啦，即係你一定會升一翻。但係調翻轉，如果係決裂嘅，咁可能真係 touch 講個250至200左右咯，可能會跌到。咁但係呢啲位就係反而係中長線，我自己覺得就應該要入啦。即係如果去到呢啲位，去到呢啲位啊，但係要去到呢啲位機會啊！但係暫時真係睇完佢哋，即係睇住佢哋情侶嗌交住先。係啊，好難估都有排㗎。係啊，可能真係睇宮廷劇咁好好笑。係啊，但係其實除咗即係因為特朗普好似咧一個套路啊，我覺得佢好似同每個人咧都係咁樣玩嘅。因為最新其實見到佢同即係中美元首其實都有個通話啦，咁亦都係來來回回咁樣。嚟緊又話有一個新嘅通話，但係預計其實幾耐先搞掂咧？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咧2018年啦，即係嗰陣時又係第一次嘅嗰陣戰時候咧，其實搞咗好耐啊，搞咗差唔多18個月咧，先至有一啲協商嘅嘢出嚟嘅。咁所以其實預計係咪可以熬年幾先可以能出啲結果嘅？我嘅睇法就冇咁覺得咁耐。點解？第一就係因為佢今次咧佢今次同上次唔同，就係上次佢主要針對中國嚟搞嘅，咁佢好多時間慢慢搞。今次佢全世界開貨，
咁所以佢想速戰速決嘅，我 feel 到佢係想呢幾個月內搞掂嘅。係咁同埋地點解唔會搞咁耐咧？因為下年咧下年年底之前就開始有個中期選舉。咁呢樣嘢如果你越拖得耐咧，對佢自己嗰個共和黨個選情就越不利。所以我自己睇法就係佢希望全世界都會喺呢幾個月內搞掂，同埋佢個策略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我先至開大學之後我就不斷咁延遲啦。係譬如歐盟嗰次又係延遲啦。咁你呢樣嘢咧頭嗰幾次 work 嘅，你如果再延遲，唔通同人講話我再延遲多半年，又就同你傾，咁慢慢大家知道原來你真係冇牙老虎嚟嘅啫，即係你永遠都係吹完之後你就延遲一兩個月，我哋覺得好似好急，大家想傾啦。你同我講話又可以再延遲半年，咁慢慢大家都唔急咧，你呢種威脅力就冇嘅。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叫聰明嘅高手，冇理由會再咁樣再延遲，寧願嗱聲傾個 deal 或者傾個初步，就再細分咯。同埋佢係真係幾好笑，佢冇記錯，尋日定前日，佢應該出咗新聞話特朗即係話大大好難傾，佢話好硬，唔知你有冇知道？係啊係。佢話一個好難傾嘅。但係我好中意佢啊嘛。係啊，跟住但係今日有，即係佢尋晚出個消息又話傾得幾好啊，真係好抵食。即係你如果睇住佢嚟做操作，你係會都幾煩。所以而家市場我覺得好大部分包括我就係咁，就係相信個結果係會美好。咁中間就盡量 ignore，因為你咁樣會俾個市場牽住走。你會佢咁講一個，你又即刻 cut，跟住咧佢下一句又講個咧，又即刻大聲，你又追唔切。即係如果你咁樣操作多幾次，俾佢咁樣玩咧，你會發覺無啦啦又輸，每次輸幾 percent，會咁樣無啦啦可能係啊，錯到暈嘅。你即係變咗真係 touch 講嘅就做韭菜咁樣低買高買咯，次次都要，因為佢一講完一定係即刻升或升一跌㗎嘛，嗰一下，咁就會你會好難操作咯。咁寧願就係相信個大結局就係會慢慢會向好咁。而市場好明顯都係咁一次，而家坐耐之後就慢慢又升得翻，即係用呢個方法，我覺得會更加好咯。咁但係除咗咧，其實關稅大家要留意住之外咧，其實今年嚟講咧，你會見到咧個美匯指數咧其實都好弱㗎。咁其實年初至今咧，其實都跌咗成9%落嚟啦。咁但係有啲説法就話咁美匯弱，咁人仔可能會強啦。咁亦都咧會有利翻個中國股市，因為最新其實你見到高盛咧，亦都係對於中國股市咧就有一個超配嘅評級喺度。係啊，嚟緊 A 股，你覺得會唔會跑贏美股咧？會唔會跑贏美股啊？我覺得正常啦，我覺得唔一定跑贏美股，因為我先講翻個大前提就係美元跌咧。其實美元跌咧對所有資產風險資產有利嘅。因為好簡單個 logic 啫嘛。你如果當所有你 hold 住 asset 係價值唔變，你當價值唔變。咁美元跌咗，因為而家全世界用美元嚟計價，咁變咗你美元跌咗，你個價值其實你嗰嚿嘢 hold 住個價值冇變過，其實佢應該要升，即係嗰個價格應該要升，因為你美元跌咗啊。唔知大家明唔明呢個道理？即係本身佢值100蚊，如果美元跌咗啦，你用美元計價，佢仲係100蚊嘅話，其實佢變相貶值咗嘅，因為美元已經貶值咗，所以理論上咧美元跌，所有嘅升，所以點解大家睇到今年黃金會升得比較多，就因為黃金係用美元嚟計價。咁其中一個即係升嘅原因就係因為黃金，如果你冇理由美元跌嘅話，黃金個價仲係呢個價嘅話，即係變相黃金都貶值咗。咁所以理論上咧就要升翻上去，叫做同美元對沖翻個價值。咁當然仲有其他避險嘅原因啦。咁所以其實美元計價嘅所有 asset 咧，理論上都會有利嘅。當美元跌嘅話，咁 A 股當然其中一個，因為如果美元跌咁即係理論上人民幣升啦。咁人民幣升，你知。人民幣啲資產全部升值，對好多嘢都會有利，包括舉個例子就係譬如中移動咁啦，佢啲資產同收入都係人仔啦。佢派都係派人仔嘅，咁佢轉翻做港幣嘅啫。咁所以人仔升值咧，對佢即係當大家用收息嘅角度啦，咁收息理論上會多翻少少嘅，咁所以個估值上都會理論上就會高翻少少嘅，即係類似咁嘅 concept 咯。OK，咁但係如果大家即係因為高盛咧，其實都有講過一個就話，如果人仔咧升1% 嘅話咧，對於中國股市咧，佢就估計會升3%嘅。咁但係如果大家會覺得係真係嘅話咧，咁亦都咧可以兩手準備要部署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啦，我哋隻7234博時中國創業板指數2倍正向槓桿嘅產品啊，呢個咧係市場咧唯一一隻針對住咧中國創業板指數嘅一個槓桿產品啊。咁大家如果係睇好 A 股嘅話咧，做一個短線嘅捕捉升勢嘅操作咧，亦都可以咧用呢隻7234去部署啦。咁入邊嘅最大嘅成分股啦，就係寧德時代啦。咁大家都知道寧德時代幾厲害啦。咁權重都有成2成㗎。所以大家可以袋住呢隻7234先啦。好啦，咁講完美元指數啦，HIBOR 啦，HIBOR 大家都
都有傾㗎啦，即係近排即係跌到0.7呢啲水平啦，亦都係創咗一個歷史新低喺度㗎。咁但係 HIBOR 大跌嘅時候咧，高息股啦係咪表現都會比較強硬咧？因為其實近排我哋見到啲高息股咧都好唔錯，因為啲資金好似拍翻正啊！其實 HIBOR 跌應該對所有人，即係對我哋住喺香港嘅所有人都有利嘅，正啊！因為你供樓第一大家都平咗啦，呢個係最貼近大家嘅資產居利率都係最多，亦都最緊要啦。咁 HIBOR 跌對股市都好有利嘅，因為即係 HIBOR 其實等於港元嘅借錢利率啫嘛。咁即係大家成日之前都講話美元睇住 Fed 嗰個 rate，希望佢跌減息啦。原因就係因為息率叫做係一個成本嚟㗎嘛，你借錢嘅成本。咁你如果息越低嘅話，你就越容易借錢啦。係啦，同埋借得應該話越有動機去借錢啦。咁 HIBOR 跌其實一定係最有利，第一係高息股，因為高息股本身我當4-5厘啦，我當5厘啦。咁你本身可能有啲人特登真係借錢去買嘅，咁現前可能講3厘啦，咁你淨係真係我當個價唔升，佢就賺2厘息啦，息差。而家你0.7幾，咁你當啲證券行有啲收少收費，咁1厘幾2厘啦，咁其實話變咗無啦啦會賺多1厘幾2厘，咁即係如果假設越嚟越多人做呢樣嘢咧，咁個估值即係個股價上就會上啲咯。咁係我覺得即係無論係高息股或者純粹做股票咧，都係好有利，因為大家如果有印象2020年咧大放水時代嗰啲錢根本就差唔多係零息時代嗰陣咧，個個都借錢去，個個都借孖轉，因為根本上你係發覺一年你真係俾利息可能一厘至2厘嘅啫。咁講真，呢啲股票一日嘅升幅都已經冇咗喺度啦，所以嗰陣根本你可以當係差唔多唔使借唔使成本。咁所以如果 HIBOR keep 住咁低咧，其實真係非常有利港股啊，係好有利港樓都會有利啦，但係港樓就唔係一個好短線話因為大家平即交易衝入市比較少嘅，反而係有利而家即係借錢買緊樓嘅人啦。但係港股就好明顯嘅，因為本身我當我滿咗倉見到咁平息，可能有啲人會借1成孖展，借2成孖展去入市。咁亦都有啲人會特登可能用呢個孖展去買，譬如頭先講嗰啲高息股啦。咁佢會覺得穩陣啊嘛，反正都係收息。咁而家息率又咁低，咁所以係非常有利於成個港股其實。係，因為有啲人就話 HIBOR 大跌你仲做定期咁傻豬啦，即係個息都已經咁低啦。但係其實如果我哋要揀高息股咧，其實因為太多選擇喺度啊嘛。咁我哋見到大摩咧，其實最近咧都建議翻咧擺喺啲國企嘅高息股入邊嘅。加上咧就係頭先我哋提到咧，因為關稅嘅戰咧，其實都令到個市況都好唔穩定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咧都係比較傾向咧，即係如果你睇翻過往嘅表現咧，歷史表現咧，其實啲國企嘅高息股咧，往往個防守性咧都係比較好。你自己覺得喺呢個時候咧部署係即係國企嘅高息股啱唔啱咧？我覺得我都有研究過嘅，因為我最近都喺度研究緊啦，即係收息國企。其實咧我俾我自己睇法就係國企收息股用收息角度係非常一流嘅，因為國企其實大部分即係國企央企啦，佢哋咧你坦白講，佢哋基本面唔係話真係超勁，即係話嗰啲講緊增長性，但係調翻轉佢哋防守性好高，即係佢哋個增長未必太勁，但係佢哋個盈利比較穩定，即係唔會話行緊一個下行週期。咁通常你當一間公司嘅派息嘅決策係嚟自於利潤嘅嘛，即係冇理由話利潤係咁跌，但派息係咁升啦。咁呢個我當係一個正常邏輯咯。咁當你利潤好穩定嗰陣，佢派息都穩定啦，或者微微咁增長啦。咁所以佢哋作為一個防守股嚟做收息嘅角度咧，係我就覺得真係一流嘅。即係做收息嘅角度唔係要大賺，而係要穩陣咯。即係要間公司最好就係 keep 住派息，當然越派越多就越好啦。咁呢個角度嚟睇咯，即係唔係話要極高增長嗰啲。咁國企係同埋國家叫做保咗底，即係佢有個優勢，佢唔使驚話，即係前幾年出嗰啲民企嗰啲問題，即係呢個問題亦都又唔使驚做假數啦，又唔使驚話一啲好大高風險嘅嘢啦，因為佢哋民企有啲老闆比較有進取啲，咁國企正常就唔會咁進取啦，即係防守性就係一流咯。所以如果你話收息，反而買呢一堆，我覺得同埋我都觀察過呢幾年，學你話齋波動市啦，即係你大升市未必係佢係最受惠㗎啦，一定係咁，但係波動市或者個市比較弱嗰陣咧，其實你即係攞部分錢嚟收息買呢啲，我覺得係
係絕配咯。咁你要攻守兼備，究竟揀啲咩好咧？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國企啊，大家都諗到咧，中移動啦，即係啲電信股啊，甚至可能啲能源股啊呢類啦。咁但係大家咧亦都可以咧留意住咧我哋嘅 ETF 啦，3437啦，博士張旗紅利 ETF。咁呢隻咧亦都係港股入邊咧唯一一隻啦針對住央企嘅指數嘅 ETF 嚟。咁入邊有啲乜嘢啦？就係我頭先講嘅一籃子嘅央企嘅股份啦。包括咧就係中移動啊、中石油、中海油、中石神華啊、中遠海航。其實如果你睇翻咧呢批股份嘅股價咧，近排嘅表現都非常強勢嘅，特別係隻中移動啦。咁派息上面啊，咁我哋咧其實個股息率咧係已經達到8厘㗎啦，而且每年咧係會派兩次息㗎。咁3月份同埋9月份咧，通常都會喺呢2個月份度派息㗎。咁所以如果大家想呢個時候咧去部署高息股嘅話咧，亦都可以考慮就3437。我問個問題啊，代大家問下，我都想知。一年管理費幾多 percent 度？1年嘅管理費係0.5嘅啫。係啦，即係都應該係一個比較低嘅一個水平嚟㗎。係啦，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啦。我講完啲高息股，講下啲非常波動嘅資產先。因為近排咧，其實比特幣咧，即係上咗11萬嘅時候咧，又再回翻落嚟啦。但係大家咧又講緊咧6月份咧如果真係減息嘅話咧，係有機會帶動翻啲風險資產上翻去㗎嘛。而家就係10.100嘅水平啦 ，Bitcoin 就10.100啦。以太幣嘅話咧，其實近排升得好地利㗎，但係琴日啦係啦，又一棍落翻嚟啦，2400啦。咁但係都知道，如果追開泡泡龍嘅咧，都知道佢有買以太幣㗎嘛。係啦，你自己仲係坐緊艇啊？你呢啲時候會唔會再入市咧？我先講一講短期嚟講咧，坦白講真係睇錯嘅。我以為咧比特幣咧，以太幣咧，我以為佢橫行之後會仲有一棍上嘅。我起初係覺得比特幣短期會強勢過BTC 嘅。咁唔計尋日本身都係嘅。其實 BTC 咧喺呢排其實係 keep 住慢慢向下嘅，而比特幣而 ETH 咧其實係唔計尋日咧本身都仲係橫行區添嘅，係強勢啲。咁但係尋日一跌咧就跌多過比特幣啦，叫做有少少補跌翻。咁你上去睇圖咧，其實比特幣都仲係而家叫做喺橫行區底部嘅，即係要睇幾重要嘅喺即係啲比特幣同埋以太幣都其實係比較重要一點，就係呢兩日比較重要嘅，因為佢尋日大跌完，如果佢再順勢咁殺落去咧，佢就形成一個比較明顯嘅下降軌嘅。咁但係如果假設呢兩隻幣如果喺呢一兩日開始企穩翻咧，咁我哋可以視為係上次嘅上升之後嘅一個叫做調整，係啦，去翻橫行區底部，咁又再叫做儲力下一波咯。因為但係就幾明顯，又係比特幣啦，先講比特幣啦。比特幣係幾明顯一點就係佢上次上穿完之後突破咧係失敗咗嘅，因為佢真係落翻嚟，去翻上次大家睇到啦，係一個即係上升完之後個橫行區咧，即係再上一波嗰筆真係失敗咗，咁又儲力啦。咁所以呢兩日就我自己覺得好緊要。如果呢兩日可以 keep 到喺呢啲位企得穩咧，升大約10萬左右企得穩咧，咁其實就唔使睇得太淡，只不過可以當為上次嘅突破失敗，咁叫做再儲下力。咁而 ETH 咧就都係其實類似佢，但係佢本身圖就好過比特幣，佢就上升完就橫行緊一段時間，本身都係儲力。咁尋日又係大跌啦，咁又係睇翻呢兩日。如果 touch wood 講佢又係再叫短期啦，如果佢又再順勢落咧，咁就同比特幣一樣咧，就叫做形成一個下降軌嘅。咁就短期嚟講，你如果即係睇短線嘅人，就理論上要向下，即係要走㗎啦。短線嘅話，因為佢揾緊支持位㗎啦，即係要揾下一浪嘅支持位。咁但係我 ETH 我自己不嬲都話係我自己就儲緊貨嘅，不嬲都，因為我就每次都少注嘅，咁所以傾向就我到而家未翻家啦，我估唔到，坦白講，我估唔到佢跌咁多嘅。因為你好差少少嘅啫嘛。係啊，我其實本身都係爭1成左右㗎咋，因為我每次都買少少。咁我如果佢再跌，我自己做法都係 keep 住每個禮拜可能買少少咁樣，所以其實佢嘅波動就對我嚟講又唔會太叫做太上心，但係比特幣我再以太幣講多一個點咧，就係佢中長線咧。如果你用長線角度就佢應該都係要跑輸比特幣嘅，所以咧我自己傾向就係以太幣爆完一波之後就會走咯。即係如果將來我想翻家鄉或者去到目標可能去到3000左右咧，我就會走，因為比特幣咧坦白講係機構持倉，即係話你話如果佢啲機構啦或者啲大戶啦，
佢哋想有啲個人資產擺喺呢個 crypto 度，佢哋一定係買比特幣咯。而嗯 ETH 算係一啲比較小眾啲嘅，所以就比特幣係一定會係穩啲，同埋中長線會係包括美國政府或者各方面都可能會支持多啲喺比特幣嗰邊咯。咁啊，其實有啲大行嘅説法都係話，如果比特幣、以太幣嘅比例究竟點樣分配咧？其實佢哋都話可能係80%啊、20%。係啊，一定係咁咯。係啦，8:2嘅比例啊嘛。不過大家就可以睇住啦，究竟 Bitcoin 同埋以太幣啦，呢2日嗰個表現啦係點樣啊？即係學普羅話真係非常之關鍵，究竟係企唔企得穩啊？咁啊，呢個時候咧，如果大家咧對於虛擬資產亦都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留意我哋嘅博士 Hash 比特幣 ETF 3008啊嘛，同埋咧以太幣 ETF 3009啊，兩隻都係現貨嘅 ETF 嚟㗎。咁啊，今日咧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亦都唔該晒啦，泡泡龍咧同我哋嘅分享啦，咁啊大家記住留意住啦，泡泡龍今日俾嘅 tips 嘅大家啦。好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